好，来，同工一样，把圣经给他们。荧幕上的字，你们如果可以看得到就看，没办法看不清楚的，就拿你的圣经。好，翻到约翰福音书2章1到11节。好，我们请弟兄来念单数节，姐妹来念双数节。来，弟兄请。第3日，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去了。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周六这个时间，我们来到圣殿，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敬拜你，用我们的心灵来敬拜你，同时也求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生命中力量的来源。愿你的圣灵运行在礼拜当中，使你的话语来进入我们内心，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求你亲自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段经文是福音书里面唯一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唯一，它只有约翰福音记载的这一段的事迹。那这个婚礼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参加，或者是你曾经协助过你的亲人一个婚礼的喜宴的经验？我想我们在座都有，我们可能有参加婚礼。那参加婚礼的这个经验呢，可能从前面就要预备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我就回想到我们之前我们有个福音餐会，也是我们有很多同工在前面一直预备很多很多事情，才能让这个婚宴呢能够很圆满的，能够很完整的来进行。那不知道你们在参加婚宴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样的心情？是很开心喜乐，我又可以吃吃喝喝一顿了，还是我只是被迫来参加的呢？因为我知道在座的各位，你们有时候年纪还比较小，你们只是跟着父母去，跟着家人去，你们有时候感受不到大家参加那个喜宴、那个喜乐的心情，所以不知道你们参加喜宴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最近民国100年，很多的人都赶在这100年的时候来结婚。那传道在最近这1年当中，也参加了不少喜宴。我发觉现在的喜宴怎样变化越来越多了，跟我以前我自己结婚的时候不一样。我结婚就是跟现在比起来有一种天壤之别。现在有很多的我们讲的花招，有很多的彩排，有餐厅甚至还有什么灯光秀，还有什么烟雾秀等等的很多很多的，为的是要制造什么？制造一个效果，让这个婚宴呢变得更加的丰富，让人家印象深刻。在今天的这个故事里面，圣经记载这一段经文里面，它是在一个乡村的一个乡下一个小村落里面的一个喜宴而已，可能跟我们在都市中，甚至在我们台湾现在很多乡下办的那种喜宴都不一样。婚礼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其实在现在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合。
我们借由在婚礼的喜宴当中，我们可以彼此跟我们的亲朋好友彼此的联络。有时候会看见许久不见的怎样长辈，或者是你的堂兄弟、表兄弟，通通在一起。上个月我到宜兰去参加一个喜宴，那个喜宴是乡下，真的是乡下，他就把一条路怎样前后截断，好，所有车子都不能过。然后呢，就那种外汇师傅就开始在那边煮。我那一天一去到达那个会场，哇，我吓一跳！你们猜总共开了几桌？我后来把它数一数，它的那个封街的范围，差不多就是从我们前面中华路，从中正路封到三民路，大概有这么长的一段距离。你们猜看有多少？大概200桌。哇，200桌非常热闹。当然，它是外汇，有搭棚子，那天还飘着小雨。在那婚宴里面就有很多的人，然后我就开始听人家叫这是谁谁谁，这是谁谁谁，我就全部看过、听过一遍之后，你猜我记得了吗？记不了。可是借由那样的婚宴，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相同的，在当时在耶稣那个时代的婚宴。他们也是借由在一个婚宴的时候，从四处而来的人，他们在那个场所里面彼此的分享。所以依照犹太人他们当时的律法的规定，他们的婚宴呢是从礼拜3的开始来举行。那很有趣哦，它是一个礼拜3举行，它要连续怎样举办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在这个礼拜的时间里面呢，他们又是从晚上来开始，他们的那个就很像我们台湾早期的所谓流水席，他要不断的供应食物，不断的供应很多东西。在新郎新娘在这个地方，他们就一直开始在庆祝祝贺他。他们有一个传统是，他们不像我们现在新人结婚之后怎样出去度蜜月，他们反而是在那个时候开放他们的家庭，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亲友的祝贺。越多人来祝贺他们，他们呢就越得到满满的那个家族的人的祝福。所以在这一个礼拜里面，他们有许多欢庆的节目在这当中。那在这里面，他们就要预备所有的东西。在今天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在这个里面，她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她一定跟这个婚宴的主人有亲戚的关系。而且很有可能他是受托来怎样来负责看这个婚宴整个进行的过程，所以他要注意这个婚宴里面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所以玛利亚的心情怎样？她可能很开心，我受人之托，我来负责把这个婚宴办好。可她同样的，她会紧张，因为这个要1个礼拜的预备，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来，她要预备多少的东西。才能够满足这些宾客的需求，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经文告诉我们，酒没有了，酒用尽了，并不是说快要没了他才发现，而是完全没有了。哇，这对玛利亚来说，她可能很紧张，她很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当时的宴会里面，酒是非常重要的。以拉比他们曾经有一句话说：“没有酒就没有欢乐。”他说：“没有酒就没有欢乐。”代表着这个酒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他们并不是要喝醉，因为喝醉了就不礼貌。他们喝的是一种混合比例的酒，所以在任何时候，他要不断的一直供应。他不是喝纯的，不是喝刚刚从酒造里面拿出来的酒，而是他们有混合。所以他们必须要一直不断的供应。如果呢这个酒没了，对于新郎新娘来讲，可能是一种遗憾，可能是造成宾客之间的一个误会。那这样子，他要怎么处理？酒没了，我想，如果我们是一般的人，在台湾，我们非常方便，因为我们四处都有什么大卖场，我们马上派人去买就有了。或者是呢，我们到隔壁家去借。或是餐厅呢，早就帮我们预备好这些东西。可在当时的在这个村落里面，应该是四周非常偏僻，他没有办法立即去取得。可能村庄里面所有的酒都已经拿过来了，玛利亚怎么办？她到隔壁村去借呢？
路途遥远，那他要怎么办呢？他要去买吗？买不到。这个时候，他发现了，他无法掌控这些事情。他也那时候清楚知道，他的儿子耶稣，他带有一个能力。当初他怀耶稣的时候，是圣灵感孕的，所以他很清楚明白，耶稣跟一般的人不一样，所以他就求助耶稣。他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可以施行一些神迹奇事。玛利亚告诉耶稣这件事，如果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来看，听起来好像耶稣的回答很没有礼貌，好像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用跟我讲这件事。”如果是像我现在讲的这种口气，哇，那真的很没有礼貌。但是那个是字面上的翻译，事实上不是语气上的翻译。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是一种用很平常的话来谈的。如果你用很愤怒的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哇，按你代志都大条啊！你好像跟父母起了冲突。但是不是这个呢？它是一种温和、柔和的语气。我相信耶稣是这样子的表达，他要表明的意思是：不要担心，你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把事情交给我，我会用我的方法来解决。是不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们现在所面对的事情，往往超乎我们的掌握，往往你觉得我可以，但是却出乎你意料之外发生了一件事情。你是否要像玛利亚一样，来到耶稣的身边，告诉耶稣说：“我真的不行了，你来帮助我。”耶稣的回答会是这样子的说：“不要担心，你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把事情交给我，我会用我的方法来解决它。”当耶稣对玛利亚这样说的时候，不只是叫他把事情交给他，他有办法来应付。所以玛利亚她听到了这句话之后，她很有信心，她只说叫仆人听着耶稣的吩咐去做。她知道，当事情不对的时候，玛利亚她知道要转向耶稣，她了解她的儿子耶稣。耶稣30岁才离开家庭去传道。在过去的那个古老的一个传说里面，曾经有这样的传说说，耶稣在拿撒勒就还当婴孩小孩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的人，要是他们感觉到很疲倦、很担心、很烦闷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说：“让我们去看看玛利亚的那个婴孩吧。”所以他们就去看耶稣，看到了他呢，他们觉得他们烦恼就消失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我们现在，当你遇到烦恼的事，你是自己去解决呢，还是你来到耶稣的面前？是你靠着自己的过去的知识、力量来解决呢，还是你要回到神的面前，求神给你力量呢？所以，凡是知道我们认识耶稣的人，我们都应该有那个本能，要回到耶稣的面前，去求耶稣来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即使玛利亚她不知道耶稣接下来要怎么做，但是玛利亚她那个有信心的来说，要来相信，告诉仆人，你们要相信，而且照他吩咐的去做。他知道耶稣一定会做一件对的事情。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我们都会遇到低潮，我们都会遇到困苦的事，我们可能都会遇到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可能看不清楚我们前面到底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我们都会发生的事情，而且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发生。在这种情形之下，你仍然相信耶稣会帮你解决的，那你就有福了。告诉你隔壁的说，相信耶稣，他会为我解决一切。只要你信靠他，上帝必然会透过他的方法来为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然而，在这个要透过耶稣来为我们解决问题之前，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做你原本应该要做的。第一个就是你要相信他，第二个就是运用你现在你所有的东西，你去把你该做的事情去完成。举例来说，如果你面临，我知道我们最近都刚考完试了，
如果你在考试之前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这次能考90分，或者说让我欧趴。”你求了，可是你却没有行动。你相信了，可是你却没有动作。你只坐在那边等，甚至你还上网打游戏，甚至你还去看电视。你没有把你应做的，把那些书本拿出来，仔细的读完，让那些东西进入到你的头脑里面。你想，如果耶稣要帮你，要让你欧趴，要让你考试满分，有可能吗？所以在这边，我们不只要像玛利亚一样，回到上帝的面前，回到主耶稣的面前，求圣灵的帮助之外，我们要像玛利亚，要吩咐，要有行动出来。他的行动就是告诉仆人，你们要照着耶稣的话去做。如此，我们来看，那耶稣明白知道了，耶稣知道玛利亚的心之后，他虽然这样回应他，那我们来看。他接下来叫仆人做的那个动作是什么？把10缸的水加满。照犹太人他们洁净的这个礼仪里面来讲，这个水呢有2种的用途。第一个是给人呢从外面进入到房子里面的时候呢，来做洗脚的用的。因为那时候的路不像我们现在，我们有柏油路，有水泥。所以都很干净，我们可能打赤脚走过去之后，还是算蛮干净的。可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泥巴地、沙土地，而且他们只穿一种叫做草鞋，草编织的鞋子，下面只有薄薄的一层的鞋底。所以当他们在这样很干燥的天气，或者是下雨过后的天气，他们走过来的时候，怎样？整只脚都是灰尘。所以这个水呢，是用来洗脚的用的。第二个，这些水呢是用来洗手的。依照严谨的犹太人的律法呢，他们不仅在吃饭前要洗手，不知道你们现在吃饭前有没有洗手？有没有？然后看有些人已经忘记了，已经忘记要洗手。他们吃饭前要洗手，这个洗手不单单只是吃饭前洗手，在他们吃不同食物的时候，每一道菜的之间呢，他们都要再一次的洗手。而且洗手不是这样问解罪了，不是碰个水就好，而是将水呢手伸出来，有水呢从上而流下，仔细的清洗，就很像现在小学里面在教的洗手，怎样？来，有人知道那个口诀吗？来，湿搓冲捧擦。哇，有人开始微笑了哈，好像我们都没有做到，传道会可能没办法做到那么仔细。把手弄湿，把水捧起来，用肥皂搓干净，然后还有什么手指头、指缝、手心、手背都要洗干净。犹太人当时就是这样在做，我们现在还在呼吁，所以这个洗手在当时也是蛮重要的。所以犹太人的礼仪的律法的规定就是这么严谨，如果你没有这样做，就算是不洁净了。所以耶稣吩咐仆人把那个水缸给加满，就是这个水缸就是用洁净的水。那么这些水如何变成酒？经文里面只告诉我们，水缸加满了，然后舀出来了，就变成酒了。就像我现在有一杯水，你们觉得它是水还是酒？水，对，它真的是水。我刚才从外面倒的。我下午的时候买了一杯咖啡，这杯咖啡里面跟这一杯水有什么不一样？一个是黑色，一个是透明的。对，因为里面有不同的成分，就如同水跟酒一样，它也有不同的成分。我们来谈谈看，你们对酒有认识多少？有人知道啤酒里面它的成分是什么？它有酒精，它是麦子做的，还有啤酒酵母下去发酵的，还有可能还有等等其他的矿物质。葡萄酒呢，犹太人在饮用的葡萄酒是由葡萄去发酵，然后再慢慢酿制而成的。Whisky 呢，是用麦做的。好，我们诸如此类，还有什么其他的水果酒，什么梅子酒啦，什么小米酒啦，等等的，这些东西跟水有什么不同？重要的是，他们都加了很多的跟水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他们就变成了酒，让我们可以品尝。因此，我们来看这个水，其实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
它可以容纳、溶解许多的东西，包含了许多的东西。水变成酒呢的差别，不同的成分、不同的添加物会呈现出不同的风味。同样，这个水，我刚刚只讲酒、咖啡、茶、饮料，不同的东西加进去之后，它会呈现不同的口感，会呈现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当中，我常常看到我们在外面的那个地方放了很多 COCO 的饮料啦，或其他的饮料。为什么你们喜欢？因为它跟水不一样，它有不同的味道。然而，耶稣叫这些人把这个水缸的水加满之后，进去的很清楚，我们看到只有水，可是舀出来的却变成了酒。这个酒，这些仆人就听话，就把这些水呢舀出来之后，拿去宴席。那个时候仆人还不知道它已经变成了酒，是直到那个管宴席的人说，把它拿过来一尝，喝了一口，他才发觉这个是酒，而且这个酒是怎样？是上等的好酒。所以他就把新郎叫过来，你为什么把这个好的酒留到最后呢？如果你们曾经有喝过酒，或你们有喝过饮料，或你们吃过东西之后，你们在吃下一个东西的时候，怎样？口中的味觉会受影响。所以一般的犹太人的习惯，他们以前是先把好酒拿出来，等到呢你已经舌头麻痹了，味觉已经不再那么灵敏的时候，他们再把次等的酒再拿出来，为的是要将最好的先摆上。那我们在台湾有一句俗语说“喝酒顶暗地”，我们常常是把最好的酒呢留到最后，我们才来品尝。我记得我小时候，可能是那时候的社会风气，每个家庭里面都一定要一个柜子里面放的都是什么洋酒。那放这个洋酒，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是一件事：当我们家里有客人来的时候，那我们家我父母亲他们就会把柜子上面玻璃的地方看得到的酒先拿出来。其实呢，喝了一阵子之后，这个是如果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呢，他会把柜子下面看不到的那个门，看不进去的那个门打开来，里面藏的是怎样更好的酒？就如同 whisky， 它有15年、有25年、有30年，可能从下面拿出来的是30年的陈年好酒。我们会把最好的留到最后。犹太人他们的习惯刚好跟我们相反，所以这个管宴席的很诧异，他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把最好的留到这个时候才拿出来呢？其实在这个时候，宾客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他把最好的才拿出来，是新郎的意思吗？我想新郎可能嘛听个不飒飒，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个时候，水变成酒，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耶稣的恩典进入在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当人喝到了这个水的时候，他才发觉这个是酒。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的生命，当你们认识到耶稣基督之后，你们的生命开始不一样。你们就如同那原本是平淡无味的水，然后呢，开始上帝的恩典一点一点一点的加进去，加入了这些恩典之后呢，你开始不一样了。你不一样的时候，如何让人家去感受到你是那个酒，而且是上等的好酒呢？你唯有跟人家接触，你唯有从你的行为、从你的言语、从你的思想当中，人家会发觉你不一样了。你不再是这一杯平淡无味的白开水，你反而是有丰盛的生命的层次的一个饮料，让人家去品尝。酒我们知道有人会品酒，品酒的要诀怎样？要先闻一闻，闻它的香气，然后要喝，然后慢慢喝，慢慢的品尝。各位弟兄姐妹，当你的生命已经被主耶稣所改变的时候，你会像那个酒一样，人家一靠近你，人家就感受到你是个基督徒。那个就是从主耶稣基督给你的恩典，那个就是从主耶稣那边而来的东西。
这个不一样的东西，你无法说我努力去做就可以得到，不是的，这是属天上帝慢慢一点一点的加进来，这个就是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呢，是从你内在而来的改变。告诉你旁边人说：“我要改变。”那你要如何改变呢？你要如何改变？我想，在约翰福音书里面，约翰在对犹太人说，耶稣来是要让这个律法的这个不完美呢，变成恩典上的完美。原本人只是靠着律法来做这些事情，但这个恩典来的时候，我们不再是被那些律法所绑住。耶稣来了，可以让我们达到我们真正可以梦寐以求，上帝让我们可以去完成的事情。耶稣不是只做一次就不再做这些事情，耶稣不是行了这个神迹以后，他就不再行神迹了。我们常会去追求一些神迹，我们看见立即上的不一样。水变酒是一个我称为很激烈反应的马上的变化，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会有这种马上的变化，但是你不能每一次都要求我要有这样的马上变化，而这样的变化，事实上这样的改变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里面，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调整，一次又一次的加进东西。酒要成为陈年好酒，它有一个过程，它必须经历一个时间的过程。中国古代有一种酒叫做女儿红，有没有知道女儿红是怎么来的？女儿红就是当这一户人家她生下了一个女儿，在她出生的那一天，她知道她是个女孩的时候，那个家长就酿了一瓮酒，然后有可能就埋在地下，有可能就放在床底下，有可能就放在屋子的某个角落，直到什么时候？直到这个女儿长大了，她要嫁人的那一天，才把这个酒打开。那依照古代的人，可能都比较早结婚好了，可能16年、18年，他们就出嫁了。所以这个酒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它慢慢发酵，散发出来的味道是又沉又香。我们现在在座各位，你可能觉得我还年轻，可是当在你这个时候的时候，很幸运的，你相信了主耶稣，很幸运的，你已经接受了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你的生命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不一样了。你会跟你的同学，你会跟你的朋友，已经产生了一些差异性。我讲的这个差异性，就是因为你已经有了主耶稣基督恩典的样式在你的生命里面，慢慢的你会开始转变，慢慢的会变不一样。传道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信主到目前是11年，11年前的我跟现在的我完全不一样，但是有些东西还在，这是老我的部分。你们去再发掘看，我有哪些东西还是我老我的部分，有待时间的考验。但是我的不一样，我如何知道？我跟我以前的一些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发觉，他们说：“盛凯，你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你有哪里不一样？”比如说以前，我会跟他们一起抽烟，会跟他们一起喝酒，我跟他们一起去 pub， 我会一起跟他们去夜店。但渐渐的，我这些以前经历了，慢慢的都没有了，甚至我的言行谈吐也开始改变了。可能我自己不觉得，但是那些跟着我一起在一起20-30年的朋友，他们发觉这10年的时间里面，我的一个转变。他们也看见了耶稣基督在我身上所呈现不一样的恩典。所以各位，你们可能觉得你们还年轻，可是你们会改变，真的会改变。那是因为你们已经从水的阶段，慢慢的在酝酿，慢慢的在酝酿。在这个酝酿的过程里面，无论你是1年的、2年的、3年的，甚至是10年、20年，你散发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你现在转头看看你左右隔壁的，你有没有看到他们不一样的味道在这边？
当然不是狐臭的味道，因为已经有人在扇了。这个改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真的相信？耶稣讲这个故事，把它记载在约翰福音书里面的时候，他是记载着他跟耶稣生活当中的一切的事物。他说，不论耶稣往哪里，不论何时，他进入了哪一个人的生命，那个时候，这个水就变成了酒。所以这个故事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我们要得到那真正的喜乐和平安，我们就要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我们的生命呢，就会像这个水变成酒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原本都像那无色无味的水一样，但是我们经历过上帝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及圣灵的帮助之后呢，我们就如同那个酒 ，anyway， 或者是茶，或者是哪一种饮料都好，会得到人家的喜欢，会得到人家，他会知道你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得到的配方都不一样，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都是可乐，但是喝起来味道就是不一样。那就是因为上帝在这当中也有不一样的成分。同样的，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是独一无二的，上帝都给你们每一个人不一样的配方，所以我们会呈现出来一种独一无二的风味和特色。但是有一种会绝对一样，就是有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当有人去遇到你，跟你接触之后，就像那个管宴席的，他品尝到了那个酒，他闻到了你一样，你会呈现出所谓的色香味，让人家去感受到，去品尝到，从五官去体会到，从心灵里面去看见，你有耶稣基督的香气在这当中。水变酒非常容易，在现在的科技里面，只要把所有东西加在一起，它瞬间就可以变成。但是我们要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也有可能瞬间我们会认识，我们会相信，但是要成为一个陈年好酒，让人家去品尝，我们需要不断的在生命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去与主相遇。今天传道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这样的一个改变。这个是一个神迹，但这个神迹不是发生在2000多年前，这个神迹是目前不断的每一天都在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每一天也在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神迹，你每一天的所展现出来的也都会跟昨天不一样。这是一个生命的历程，这是一个生命的历程。水变成酒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它却是一个上帝恩典的呈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到那从水变成酒的一个神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犯错，但是你的宝血遮盖了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主你的恩典，不断的加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水变成酒，是耶稣你所行的头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却是持续不断的一直在发生。每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的时候，这个神迹就发生了，我们就改变了。我们要改变，让我们能有耶稣基督以那馨香之气。我们要让人看见，就如同那管宴席的肠道一般，让我们身旁所接触到我们的每一个人，
都能说我们是上等的好酒，而且是越陈越香，是让人喜爱。这个喜爱不是喜爱我们，是喜爱上帝你那里而来的爱。是的，主，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用你的话语来成为我们人生不断前进的力量，也成为我们要变成那让人品尝耶稣基督恩典爱的管道。谢谢你，谢谢你这样恩待着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